农委会主席陈吉中和国民党立委质疑讲，将这个来自三肉精加保健食品呢，公共做聚会根本就是行政院新三宝，伊真呢批评讲这是不实的指控。伊讲啦，这讲话唔通安尼讲，说来伊会将这个借口拢做出来，并且重申讲伊后改。讲话会较准的，会较精准的。啊，那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今日去到立法院，针对 CPTPP 的制度咧做报告，嘛，国家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，为了这个进口莱克多巴胺，也是这个三肉精猪肉的代志，伫咧修正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去立法院报告，美国无要加入 CPTPP 对咱国影响，国民党立委随问到内地甲加入 CPTPP 之间的关联。进了他的莱猪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解读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说清楚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台湾可以加入 CPTPP， 是我们要去走的路。我们为了符合 CPTPP， 修改了非常多的法规跟制度，无非就是要来让大家看得到，台湾为了加入这个非常努力，做了非常多的改变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昨昏才去公投意见说明会现场，为18案反来地进口做反方的代表，所以到立法院去报告。同款为了来地，佮被国民党封为正义新三宝之的农委会主席陈吉中，伊又佮提出澄清。嘲讽或不实的指控，那我们还是会根据我们自己的责任，好好的在我们农业部门把该有的绩效做出来。如果没有做好，我们当然很乐意的来检讨自己。伊嘛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，爱归期宣布为了要对有保健，就开放三肉精。没有说莱克多巴胺是人的保健食品，猪肉在安全容许量底下可以进口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。第年底4大公投前，面对立法院的监督，这政府的大官嘛要将道理讲个清楚。